大家好，我係嘉嘉，歡迎收聽環球觀察日記呢個廣東話 podcast。今日同大家一齊睇下以哈戰爭嘅最新發展，同埋美國喺藥物入口關稅上面有啲乜嘢重大嘅改變呢？首先就跟進下以哈戰爭先。以色列同埋哈馬斯咧，終於都傾掂數啦，絕對可以話係進入咗停戰嘅第一步。咁個 deal 係點嘅呢？以色列同哈馬斯喺禮拜三傾掂咗個交易。哈馬斯話會放晒嗰啲喺加沙地帶俾佢哋捉住嘅以色列人質。美國總統特朗普就話呢個係結束2年以巴戰爭以嚟嘅第一步。而呢個大雕呢，就由美國特使，包括特朗普嘅猶太裔女婿庫什納喺後面推動嘅。目的呢，就梗係想打完場仗啦，俾多啲人道援助入到去加沙，所以呢，就要搞囚犯交換啦，即係用坐緊喺以色列監獄嘅巴勒斯坦人換嗰啲2年前俾哈馬斯捉走咗嘅以色列人質。咁到底幾時放人呢？特朗普咧喺接受 Fox News 訪問嗰陣時就話，啲人質可能禮拜一咧就會走得噶啦。不過幫手調解嘅埃及官員就話咧，哈馬斯最快就可以喺禮拜日放翻晒嗰啲仲生還嘅人質。咁至於以色列嘅軍隊要點樣做呢？喺協議入面講明，以色列會將佢哋嘅士兵撤走，退翻去一個佢哋已經傾好咗嘅地方。咁至於啲高層點睇呢？特朗普喺佢嘅社交媒體 Truth Social 上面寫到，呢個係對阿拉伯同埋穆斯林世界、以色列、所有周邊國家同埋美國嚟講，都係美好嘅一日 ，a great day。而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都話呢一個係以色列偉大嘅一日。咁點解今次呢一個停火協議會傾得成呢？呢次都算係一個大突破。事關呢，特朗普上任以嚟，談判已經停滯咗8個月咁耐啦。首先呢，就係各方面都有巨大嘅壓力，係因為以色列以有哈馬斯官員匿埋嘅理由炸咗美國盟友卡塔爾之後，大家都好驚呢場仗會失控，所以一方面呢，特朗普就俾壓力以色列，而穆斯林世界嘅領袖呢，就逼哈馬斯，令到呢個 deal 呢可以盡快搞掂。另一方面梗係美國出力啦，特朗普就派咗佢最信得過嘅朋友，地產投資者 Steve Witkoff 同埋佢個好女婿 Kushner 去幫手拉近雙方嘅分歧。佢哋兩個連同卡塔爾首相同埋內塔尼亞胡嘅最高顧問，喺禮拜三去到紅海度假勝地沙姆沙伊克，傾咗足足3日先至搞得掂。咁至於依家仲有幾多個人質生還呢？喺2023年10月7號俾人捉走嗰250人入面，相信依家只係得翻20零個人仲生還嘅啫。雖然表面上就好似傾掂咗，但其實仲有好多手尾要跟。埃及官員都話，如果嗰啲細節搞唔掂嘅話咧，呢個 deal 隨時都會玩完嘅。咁依家呢個交換人質計劃呢，其實只係部分嘅協議啦。根據埃及嘅官員話，今次呢個只係用嚟頂住先嘅啫，費事因為解除哈馬斯武裝呢啲咁難搞嘅大題目，搞到成個談判都散晒。另外，根據知情人士透露，2位美國特使警告哈馬斯，如果呢個禮拜尾再傾唔掂數嘅話呢，就唔使再傾啦。美國會出盡力幫以色列剿滅哈馬斯。咁喺交換人質方面，仲有啲乜嘢大問題要解決呢？第一就係點樣還翻嗰200幾具人質嘅屍體。哈馬斯話佢哋要起碼10日時間先至揾到，但係以色列嘅官員呢，就覺得好難揾得齊，需要更加多嘅時間。第二，用嚟交換嗰啲巴勒斯坦囚犯嘅名單。第三，以色列嗰啲士兵要撤退去到幾遠，同埋點樣保證呢場仗唔會重新開打呢？哈馬斯係要求以色列軍隊撤出要有更加明確嘅時間表同埋承諾。咁同埋留意翻啦，呢個 deal 呢，就係專注喺釋放人質上面，所以協議入面呢，就冇提到巴勒斯坦建國嘅問題嘅。咁至於加沙人點睇呢？特朗普宣布呢一個 deal 嘅時候呢，其實係加沙時間係凌晨2點鐘，有啲電視台呢都影到一啲零星嘅慶祝畫面嘅。不過有啲加沙人就好小心，唔敢抱有太大嘅期望，擔心最終都係停唔到戰。有位受訪者就話，如果以色列攞晒啲人質之後又再開戰，佢唔會覺得好奇怪咯。總括嚟講，內塔尼亞胡話佢會同政府投票決定批唔批准呢個 deal。如果和平方案通過咗，特朗普話佢會主持一個和平委員會嚟到睇住加沙暫時點樣管治。特朗普仲話佢嚟緊呢個禮拜5會去埃及，唔排除會去加沙嗰邊睇一睇。除咗喺 YouTube， 亦都可以免費訂閱我嘅 Patreon， 同樣可以收聽到呢一個節目，仲要唔需要受到廣告嘅騷擾。Patreon 嘅網址呢，就係呢條片下面嘅 info 度睇到嘅。講完以哈戰爭嘅最新發展，繼續睇下美國總統特朗普有啲咩忙緊啦。特朗普政府最近對於美國藥物嘅關稅政策有重大改變，呢個改變同佢家族以及一啲高層官員嘅商業活動之間，
產生咗一啲點樣嘅微妙利益關係呢？首先喺關稅政策方面，特朗普政府決定將仿製藥 generic drugs 排除喺藥物關稅之外，呢個決定係大大縮減咗需要課稅嘅藥物範圍。第二就係睇下呢個政策改變點樣為總統個仔小特朗普 Donald Trump Jr. 同埋商務部長盧特尼克嘅家族帶嚟潛在嘅商業得益，尤其係透過藥物直銷公司同埋投資喺本土製造上面。雖然特朗普喺2023年競選嗰陣曾經承諾會逐步實施關稅同埋進口限制，要求所有必需藥物都要喺美國生產，而且今年4月商務部宣布藥物關稅調查嘅時候，原本係針對成品仿製藥同埋非仿製藥產品以及佢哋嘅藥物成分，但係呢個方向就有所改變啦。白宮發言人確認，政府目前並冇積極討論仿製藥實施第232條嘅關稅。商務部發言人亦都話，佢哋嘅調查唔會導致對仿製藥徵收關稅。呢個決定對於供應鏈嘅影響好大，因為仿製藥例如抗生素、心臟藥等等，佔咗美國人每日配發藥物大約90%，但係大部分都係嚟自國外嘅，所以呢個係對關稅調查範圍嘅一個重大縮減。另一個重點就係特朗普個仔小特朗普嘅商業活動點樣同政府推動嘅藥物直銷政策意外咁樣吻合。平時喺香港，我哋去有註冊藥劑師嘅藥房，門口咪有個紅色嘅十字寫住 RX 嘅，咁 RX 就係代表咗註冊藥房咁解。小特朗普喺今年2月加入咗網上處方藥物派送公司 BlinkRx 嘅董事會。呢間公司嘅核心服務係承諾可以喺短短3個禮拜之內幫藥廠設立直接賣俾病人嘅銷售計劃。咁啱得咁巧呢，總統特朗普係一直敦促緊藥廠要直接賣藥俾消費者。美國政府仲將會喺2026年推出一個新嘅官方網站 TrumpRx， 佢嘅作用就係將病人引導去呢啲藥物直銷網站嗰度。至於小特朗普出任董事會嘅 BlinkRx 就會喺嚟緊12月初喺華盛頓舉辦一個叫做製藥業未來嘅高峰會，邀請咗包括財長 Scott Bessent、衛生及公共服務部長小金乃迪等等多位高官出席，佢哋會同頂級嘅藥廠會面，而且呢個高峰會會喺小特朗普新開嘅私人會所嗰度搞晚宴。有藥廠代表收到呢個邀請嘅時候就感到憂慮，擔心呢個聚會係暗示白宮希望佢哋同呢一間同總統家族有關嘅 BlinkRx 合作。藥物研究機構嘅專家指出，雖然市面上有好多公司提供類似嘅服務，但係唔同嘅地方係，依家特朗普個仔係董事會成員啊嘛。雖然 BlinkRx 副總裁 Drew Hudson 強調喺12月嘅活動入面唔會有任何公司推銷任何嘅服務，小特朗普亦都批評呢篇報道係含沙射影嘅誹謗。另外，白宮發言人就話，只要藥廠通過 TrumpRx 為病人慳到成本，政府對佢哋點樣實施改變係無關重要嘅，亦都否認 BlinkRx 有任何特殊嘅地位。值得一提嘅係，小特朗普亦都係投資公司1789 Capital 嘅合夥人，呢間公司亦都係12月峰會嘅聯席主辦方。除咗小特朗普，商務部長盧特尼克嘅成年仔女亦都有可能喺政府推動嘅藥業改革過程之中得益。盧特尼克喺加入特朗普政府之前領導嘅金融服務公司 Cantor Fitzgerald 將佢手上嘅持股轉移咗去信託基金，而呢個基金嘅受益人就正係盧特尼克自己嘅仔女。而盧特尼克仲有2個仔喺呢間公司度做緊主席同埋執行副主席。上個月，一間叫做 Drug Made in America Acquisition Tool 嘅特殊目的收購公司 Special Purpose Acquisition Company 簡稱 SPAC 進行咗5億美金嘅 IPO。佢哋就揾咗 Cantor Fitzgerald 處理。呢間 SPAC 嘅目標係投資係將關鍵藥物嘅先進技術帶返去美國本土。呢個本土製造嘅任務正正就係可以喺特朗普同埋盧特尼克威脅實施藥物關稅所推動嘅回流本土趨勢之中受益。對於盧特尼克家人喺商務部長監督嘅議題上面有財務利益表示擔憂，但商務部發言人堅稱盧特尼克已經完全遵守咗佢嘅道德協議。總括嚟講，喺宏觀政策上面，美國政府採取咗務實嘅路線，縮減咗對仿製藥嘅關稅威脅，但同時繼續推動藥物生產帶返去美國本土嘅目標。另外喺執行層面上面，總統家族同埋高官嘅私人商業利益，正正係搭上咗呢個政策嘅順風車。無論係鼓勵直銷定係推動本土製造，總統家人同埋高官都有商業上嘅得益。如果你都想支持呢個用廣東話講國際時事嘅 channel 就記得 subscribe 同埋介紹俾你身邊嘅朋友聽啦。今日就講到呢度先，我哋聽日再講過其他話題啦，拜拜。